嘉义县的太空教育馆是来举办课程，教囡仔来做造作用术的方式，也有拍蜡的工程，用原住民的科学做主题，让囡仔对造作的工艺了解科学知识。把细地的插片放伫棍仔的顶头，拍过后的过程产生声音，这是造作使用的方法。另外，你嘛替原住民拍蜡用的钱来加工模拟羽毛的效果。原本是高中生学习的空气震动甲流体力学，透过简单动手做的过程，互各小囡仔嘛会当来学习。希望甲这个原住民的智慧，互这个囡仔带转伊的学校，伊的学校共款有伊的学校的特性，会使去使用互因发展另外更较好的一个科学的精神。因为其实这里有许多手动的部分，可以自己想办法做出来。困难也都是自己解决的。嘉义县的太空教育馆以原住民科学展览着奖的主题设计课程活动，希望透过这个主题，能让囡仔来认识在地原住民文化，嘛让囡仔去发现原来这个乐器甲生活用品拢有科学的知识。我觉得是绳子的长短，因为如果你绳子长的话，它就是你力气甩出去，它就会甩不出来。但你只要短一点，你可以很好的甩出去。你算的过程，伊会体验着讲，较早先民的生活是安怎过的，咱是用什么技巧，还是讲用生活中一寡器材，互咱的生活过了较好。这是阮今日带囡仔来体验的目的。除了科学的解说，课程嘛有来做做拍蜡文化当中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态度。太空教育馆表示，文化是科学发展的底底，结合文化甲科学，会当让囡仔伫学习知识的过程，培养更较多元的角度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